先。我是明君。各位贵宾按座，欢迎继续参加2023全球客家文化会议第2届议程。首先，你有请客委会用从政主任委员为你进行客家老现代世界欣赏的主题演讲，有请杨主委上台演讲，掌声欢迎。大家冇做，有水好冇？有好。我看有的人目是死的哦，可能昨晚没去刷团系嘛？难得转到台湾来也非常来到台湾啦，唔要转来听听啦还有世界各国来到，你两个所在距离市区有一些的距离啦冇本他个充分的时间做得出去游压真歹势因为现场有中央研究院的学者就台湾艺术都是会紧张，我讲安泰的题目不过你会用很简单的方式，让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过去你谈到客家清早就讲客家中原嘛来的，后来渐渐你谈论客家在中国东南山区那个民族很样扮演形成。再后来你开始去讨论讲客家人使到世界各国你谈论当地的客家社会、当地的客家社团记得过去你有判安样发通的时间，有所谓乡情报告乡情报告。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你希望讲更加积极来看待你在新的故乡让扮演参与当地国家社会的建构你摆出有思考到讲，迄咩你也分享一下，客家人做嘛走到全世界去，走到全世界，背后有乜个世界历史发生的结构的因素，你在当中你扮演的係乜个角色我想你從記者的角度來講現代世界不論係乜個層面，先基本嚟講，太航海時代以來。因為自由貿易的需要，西方的力量向全世界去出面，向全世界去貿易，也可以講現代世界在全球化進一步的共同性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客家人進入了現代世界的舞台上，在不同的區域、不同的行業、不同的階級你參與了呢個現代世界嘅研究，呢當中有一股非常重大力量，也就是講現代出面貿易當中，在全世界生產原物料，呢當中需要非常多嘅勞動力，所以現代資本主義嘅世界體內形成當中，你客家人其實扮演了非常重要，但是非常底層嘅角色。你扮演勞動力的角色，將來安樣嘅世界歷史結構當中，先底層的角色，你要扮演突破，去潛到世界位嘅，你唔甘願做本人踐踏的人，被踐踏的人，你才用扮演嘅情況之下，去打算嚟決定世界嘅命運所以呢，你在全世界出面去解放當中，客家人也扮演了相當大的角色首先在講到太航海時代的貿易，你看到呢一張圖呢係昨年1627年嘅世界地圖呢個世界地圖所印地嘅世界當然佢係以呢個歐洲為中心，看向全世界中間呢係西半球兩片的係東半球呢當中呢，你也看到講呢個貿易的路線同地理航海太發現啦係有關係的。加上你來看到向東亞來嘅貿易通線，其實呢在古代係透過絲路、透過阿拉伯呢個運送到歐洲去。後來阿拉伯人呢，因為佢係用中階嘅 TV， 佢一部分呢就停定印度洋來到東南亞，甚至呢停定
太平洋又上到从福建的前珠来，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佢哋都向外發展嘅時節，其實就向外取代啲阿拉伯人在當中總結嘅 TV， 所以佢哋呢想辦法行另外一條線，直接到東亞來。呢個呢，新嘅航路嘅經營兩端法國呢個過程呢，就係呢西方同東方之間一個非常重要嘅互通嘅一條連帶呢當中呢也提講開始呢，呢東方嘅貨物進入到西方嘅港口，進入到西方人嘅生活呢當中茶可能係其中非常重要一項啦所以呢啲美國嘅建立當中有個突發嘅事件呢個波士頓 Tea Party 波士頓茶葉黨事件你可以講你茶嘅貿易在西方嘅經濟發展當中佢嘅重要 TV 前後尾也影響到政治嘅發展按之說講美國徛阿哥地位當然以中國內部來講明朝末年開始，因為受到葡萄牙人、西方人來嘅關係，海上嘅自主性嘅貿易力量非常嘅強大。呢強大力量本中國呢個陸權國家看作一種不安定嘅力量因為佢哋會操犯，所以佢冇去想講呢一個新嘅時代來佢唔知講應該結合呢種力量來發展海上嘅貿易，本人民有得自由嘅空間。因為人民走到東南亞、走到外國去，你全部唔係好腳死嘅啦。你又唔乖乖待在屋企咯，唔做乜向外面去走咯，走出去就有可能操犯。你係就陸權帝國佢嘅心態，佢接唔到呢個太航海時代以來，從太陽所建立起來嘅自由貿易嘅通線，有可能在咁樣過程當中，全球嘅經濟分工。帶來大家共同嘅利益，完全去思考唔到一樣。所以呢，其實咧海上嘅所有做貿易嘅人，因為按照海拖，前後背兩片嘅目的結合唔到，斷正變海拖。佢處理呢個所謂海拖嘅事情，佢樣板型，其實海上嘅人全部搬落去山度行，堅壁清野，原來都冇人好做高官啊！啲人口一曬去，也促成了中國東南山區人口嘅大變通，喺大變通當中，人人之間咧互相競爭、壓迫，呢個問題就產生嘅所以呢也係對於東南山區你講民業關3線高接替代嘅行業所生存嘅空間，也受到一樣嘅重大嘅衝擊、和影響呢除咗全球化呢對啲祖先在東南山區當然有人講係中原來不過我係接觸講客家人係中國東南嘅原住民啦你下新嘅研究睇睇嘅指向一樣嘅方向呢到東南山區嘅原住民在呢種嘅規則嘅國際化嘅過程當中，佢受到嘅影響重新塑造一個社會。一方面經濟發展本來就係塑造一個社會。另外一方面，家所講嘅人口嘅移動，因為國防安全嘅戰略安全嘅需求，使得中國東南地區嘅秩序受到非常大嘅衝擊。中國為到來好好來管理呢個貿易，既然當唔係啦，他家還要做生意一開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後來一做也做唔乜強，前來漳州集中到江浙來本。西方人都嚟打做貿易，所有嘅貿易商全部集中到嚟摘蔬菜。咁樣時間呢，形成了一個特殊嘅情況啦，比如嚟中國買嘅呢個肥嘢啦，蠶絲啦，糧食品啦，加個錢經流入中國，佢冇賺到錢。佢全部來發錢，來發錢以後將呢個東西帶轉去歐洲賣，
有赚到钱，但是抽成了拍完哈，不断流入中国嘛哈。所以呢，佢哋要想辦法講，佢捱一攞錢用把人賺進來。一中國人乜嘢都冇買咪，哦，而且又是好嘅嗬。所以呢，後來佢哋發現到講鴉片啊，嗬，係個做得攞錢賺進來嘅哦一種方式。你錢賺進來以後呢，佢做得去美珠買個棉花，哦，個棉花買到來以後呢，又帶咗去歐洲來紡織品，紡織品呢又賣進來印度，賣進來中國，哦。所以呢，形成一個全球性的一個大嘅年代嗬。按樣嘅情況之下，當然對於西方其他嘅主張嘅自由貿易嚟講，係一個非常大嘅衝擊同阻礙。因此嗬，其他一直想要突破講單點嘅貿易，嗬，完全冇自由，嗬，完全不能控制得呢，嗬。啊，雙方嘅觀念有十分大嘅差距，因此呢，前後擺就發生到兩邊嘅啊衝突，嚇。另個呢就是1841年虎門之戰，嚇，另個都主講另個13項賦權嘅一個體態啊，主講後嚇，發生了另個兩方面嘅貿易戰爭，嚇。另下後呢，就單一嘅講後，兩種嘅貿易管制性嘅貿易嚇，本另個英國、法國嘅軍隊打破。佢哋要求更加開放更加多嘅港口，甚至係內陸停停長江內河做啲進入內陸啊來自由貿易嚇，建立更加多嘅貿易嘅港口口岸。兩個咁樣大背景之下對中國東南嘅經濟生態又再一次發生重大嘅影響嚇。你看到呢一張圖嚇，呢一張圖所有嘅貿易通線喺南北向嘅嚇，你看到嘅粗粗嘅線啦嚇，喺南北向嘅。也因此呢，就講買落來中國廣東嘅東西，全部一停，比如講贛江、湘江嚇，呢度向北部嚇，呢個運輸北部嘅東西一出來，一停呢條線運輸全部集中到廣東。但是呢，一旦五口通商，建來更加多嘅口岸，做得做自由貿易嘅時間嚇。你睇到南北嘅通線、靠兩個通線來生存形成嘅經濟基礎嚇，已經破壞掉咧。所以咧，除大家所講嘅嚇，海巡嘅人遷徙到內陸，對人哋造成壓力衝擊。另一擺係因為經濟通線嘅改變，又造成了新一擺嘅壓力。呢當中所造成大量嘅生育，兩個人口當中，你哋廣東老廣西、湖南之間兩地區，甚至呢包括粵東兩個所在嘅山東，就過去呢兩個南北貿易要經過重要嘅體態，加上貨物唔再需要經過兩個所在嘅時間，呢當然要生存，所以帶來非常大嘅衝擊。所以客家人在五口通商以後，面臨了失業，面臨了經濟通線的改變，咁樣時間有一部分的人，當然唔單止客家人啦，一部分的人，佢呢成為社會嘅代層的時間，佢必須要想辦法求其一個生存的方式。所以首先在廣東嘅西片，有人造反，後來被官方鎮壓以後，呢群人就曬到廣西去，然後尾呢就係馮秀全嚟表演，佢哋發起了太平天國嘅戰爭，太平天國嘅戰爭，我想都再來看啦，這裡這裡係一直向前演，太平天國當然佢受到西方嘅基督教思想有啲個影響，但是呢，佢係做中國民間傳統操飯嘅時間，用民間宗教期待兩個客法唔點樣講除咗遷徙主義啦，就等於講有一日世界會真係會得到解放，最終嘅審判會來臨，像彌勒佛，西方人就係彌撒咪最後的審判，你東方就講彌勒佛嘛，咁樣個觀念呢，其實就結合了
天主教的那种信仰哈，所以变做触犯的一种精神的武装哈，来形成了所谓的太平天国。好，你看到哈，太平天国嘅意思，佢从金片村向永安、桂林、泉州、长沙、岳族、武汉，两条通线其实就是南北贸易重要的通线嘛。秦始皇佢统一天下世界，天天派军队打到海南来，打到广州来，其实呢，也做秦岭秦岭嗰片。一過來以後呢，停電香港落到武漢前後擺呢叫停電湘江落來時港，前後擺做得連接到南海，所以古代大陸內陸和海洋之間嘅交通貿易，叫做通線本來就一直有存在。只不過講嘅貿易嘅數量樣變現，重要性樣變現，佢嘅貨物同當時時代經濟生活嘅關係係樣變現，你唔係清清楚。但是你看到講呢條通線唔係偶然形成嘅啦，有佢一定嘅道理。所以呢，太平天國向北偏去打，前頭要停停長江，落到田間。太平天國呢一群客家人，佢朝天都香港客家話。但是你拜嘅上帝教，你頭擺講長毛赤，頭幫人嘅太老劈，長毛赤啦，頭下講嘅係清朝時代，呢個應該我要講到，先那樣啦，太平天國呢個太通亂啦，中國清朝中央政府完全冇能力處理，佢個軍隊已經冇法度實質，佢個政權已經冇法度實質來統治中國，到到咁樣嘅太反叛時節，佢依靠嘅係中國各地方、各省、採地赤足嘅力量，按你哋講曾國藩呢個湘軍咪，後來有淮軍咪，所以呢，中國嗰時節呢，軍事上、政治上、戰略上有咗大嘅轉變，就會地方主義開始興起來嘅。我冇靠唔朝廷嘅啦，我靠自家啦，靠自家打拼啦，所以清廷嗰時節等於講係僵屍帝國啦，zombie empire 仲有冇窮樣嘅呀，所以後來八國聯軍打到北京嘅時節，咱睇下特殊嘅時節，台灣特殊有讀過講張之洞嘅話發起東南各省自保人家皇帝本人大唔講唔得自保中立你唔承認嘅用有按樣做法就朝廷都變得 zombie empire 了就變僵屍我哋看到時代變通做唔得去逆反那個時代嘅方向，所以我吃飽東南吃飽其實呢，叫做老英國人、外國人開始有所合作呢個對於中國後來一直到北伐嘅時節，嗰時所謂形成軍閥呢種嘅分裂性可以講係從太平天國所促成嘅中國內部結構嘅就太平通所引起嘅。呢一種地方嘅分權或者地方主義嘅形式，對於中華民國嘅形成要有重大嘅影響。中華民國嘅革命按一般嚟講很多心態革命，當然唔係只有武漢嘅人都嘅特別張友對於中國北方為中心嘅帝國政權有意見，大家都有意見，所以武昌起義鐵窗打開來嘅時節，各省紛紛宣布獨立啦，所以大家談到獨立唔是咁講，頭擺全中國全部流行獨立，一聲一聲獨立，所以呢，中國嘅各省係從清國、太帝國、六權帝國當中獨立出來以後，大家爭去參詳講，用扮演建立一個國家，所以佢就想講，呢個滿族清廷滿清我算落來冇，蒙古我算落來冇。新疆、西藏我算落來冇，
啊，这世界还有安样问题都讨论。当然啦，佢哋喺建国咧，佢有咩學清朝樣四處侵略，全部算落來啦，嚇。另外一回事，你講嘅就講，你總嘅地方主義，先會發展成為南方力量、北方力量嘅對抗，某個力量會主導一個新嘅國家重新建立。你從呢台來看，中國啦，嚇，在中華民國之前，唯一從南方所建立嘅政權就明朝吧，嚇。所以咧，已經中國歷史經驗，嚇，有人因為講記住已經係資本主義化近代史嘅開始嘅，嚇。所以咧非常慢以後，南方嘅力量真開始對呢個帝國有所影響，嚇。當然在南方力量有所影響嘅時節，嚇，南北兩片對於呢個國家嘅思考無同樣。孫中山因為講北方政權前後會違背憲法，咧中國人有一種法統主義。唔咩正統嘅，外爭正統嘅，所以佢建立了南方嘅軍事政權，很多腐法嘅政權，保護憲法，所以佢因為佢爭嘅正統，然後北京嘅中央政權，之間嘅獨立對立嘅。當然，嗰時嘅全世界各國承認嘅中華民國係北京政權，但是喺台灣嘅教科書當中，北洋軍閥全部都反映啦，西方人來看全部都軍閥嘛。那南方嘅軍事政權當中，就孫中山啊，在廣東所成立嘅一個軍事政權，以廣東省為基礎，周邊嘅省份，在其壓力之下，漸漸也被縮編，呢當中，呢個提出講，呢個政權啊，前期佢用，中華民國第一面國旗，五色旗，作為家嘅國旗，OK， 呢隻政權係第一個經歷過兩面旗嘅一隻政權。後期佢因為講啊，漳州都冇用五色旗，新嘅正統我嚟替代北方嘅政權，所以佢呢後來發明咗一個新嘅國旗，做中華民國國旗。呢個地方呢一隻政權啊，佢嘅基礎係乜嘢？假使講，你對於孫中山政權，佢帶下軍事將領重要嘅實力嘅政治人物來看，當然廣東、廣西全部有啦，甚至呢福建也有。不過佢核心嘅人當中啊，有太平嘅，就係粵北、粵東兩條行業，甚至廣西來嘅當中也有部分其實也講客話兩條人，所以。1918年5月28日，孫中山離開廣州，去到梅縣，對佢來講咧係一個重要嘅行程，叫整起一動一條嘅力量本佢嘅基礎，所以南方軍事政權，然後北方之間對立嘅時節，也非常重要一股力量當中都有客家人，繼續來講中國呢個情況，當然，長期咁樣戰亂之下，基層的人民生百姓十分的辛苦，所以呢，呢度非常難以生存的人，談到嗰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非常有興趣，所以呢，中國共產黨佢哋就推動出來嘅社會主義的第一個政權中華蘇維埃，都廣西嘅水金客家莊建立起來，所以呢，我相信這也不是偶然的啦。老剛才所講嘅太平天國，都南方三省，所以呢種中國南方三區原住民，包括客家人，呢種人的力量開始進入了一個大帝國嘅命運當中，對佢新嘅國家形態嘅形成有重大嘅影響。所以你看到也係中華蘇維埃嘅時節咧，在所謂嘅中國呢笪土地上誕生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嘅政權，當然啦，要落實到某個程度，你唔知。下後佢哋就係很多長征咪國民黨很多串頭，佢哋很多長征，全部都停定中國嘅邊陲、少數民族嘅地區，相信呢也唔係冇理由嘅啦，好，你要講出來台灣，台灣在咁樣嘅歷史命運之下，佢第一步所謂問題係乜嘢？就講清朝呢個六權帝國已經控制不了
规则嘅东亚嘅秩序，唔單止講其實喺國內嘅統治力量無法度維持嘅，佢對規則嘅東亞佢兩頭嘅 TV 也無法度維持嘅。喺我情況之下，見到日本上漲，打輸日本，台灣割讓俾日本，日本呢隻新嘅東亞帝國主義嘅政權，其實呢，就係在現代世界資本主義嘅帝國發展到亞洲來嘅時節，日本人因為佢要代表亞洲人企起來，抵抗了到柏中人嘅帝國主義，實際上佢哋形成東亞內部嘅帝國主義，然後帝國主義統治了台灣。佢來台灣嘅時節，清朝留下來嘅官員，一開始信誓旦旦，佢咩講佢愛嚟拼下嚟，成立了台灣民主國。後來冇結叫嘅，呢啲人全部拉放下，後來人講阿波羅講，全部拉放下，拉放下以後呢，全都蔓延到大邊，可以講規則嘅台灣一位保台戰爭當中，櫃台班嘅反抗，櫃台班嘅戰爭係發生在客家莊，或者係呢有客家人所領土。你講台灣一位保台客家三傑，北部嘅強少主，頭份嘅慈祥，苗栗嘅吳同憲，佢哋就一直向南邊打。強少主在新竹犧牲，吳同憲在八卦山犧牲，慈祥一直呢堅持到整雲海，已經係南台灣非常南嘅所在嘅，佢將戰死。所以規則嘅一位保台當中，客家人呢，對台灣有重大影響，因為你喺台灣第一擺超越地域，以規則嘅台灣當作一個主體，想要嚟保護佢。在那以前唔是發生那樣事情，特別只有講漳泉械鬥係嘛，閩粵械鬥保護我哋地方天天啦，第一擺產生規則嘅台灣係一個主體。我願意為呢一個地方來犧牲性命。慈祥有一句留下來嘅意思講：此地不屬台灣亡矣，我不願身犯中原啊！此地不屬台灣亡矣，於不願身還中原也。強少主19歲。佢嘅絕命詩，佢咩地講？一定要死啊！佢講九回長斷四口地，九回長斷四個字。19歲兩頭佢自家一拳吹上刺，佢地講要死啊！所以我時常去想講，你係表演要我認為講佢愛犧牲性命來為了搭土地來保衛。所以我認為講，雖然嘅時間冇有台灣人呢種講法，但是我認為特別台灣人嘅言行，就係在亞洲嘅帝國主義進入台灣嘅時節，所開始發展起來嘅。所以中華民族主義形成之前，台灣就進入了日本帝國主義，必須在單獨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嘅情況之下，思考自家嘅命運啦。你睇台灣民主國嘅時節，讓日本上漲，你睇台海嗰邊產生了非常激烈嘅戰爭，所以現代台灣，一或者講，你講有所謂台灣意識，按樣台灣也在兩個時間來形成，呢個埋藏在社會內部嘅一種意識。戰爭結束了後，大部分人歡迎中華民國來台灣，但是有一部分人因為講要建立自家國家，所以雲林嘅客家人廖文義，成立了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當然後來基本國民黨走航轉來台灣啦，但是呢，短短一段影響無重大嘅歷史，但是呢，在歷史嘅意義來講，有其特殊嘅意思。所以呢種台灣人意識可以講也係決定了、影響了台灣呢隻圈態國家嘅形成。以上講嘅，你係講中國佬台灣啦，稍後來你也看，呢個東方嘅西方嘅廟宇漸漸來到東方以後，繁衍開始遷徙到東南亞。呢當中有一部分啦，
伊必须用劳动力进入新的世界来开发来建立一家新的生存的天地。进入南洋，你看到你还开石矿石米。东南亚生产石的所在，他们都反映，尤其是客家人落去的所在，邦家乌里洞啦，那个西马西片的天 belt 都做为客家 belt 所以马来半岛上石矿的劳工建立了客家的聚落你看到地图叫做印度洋，像西马那一带。有扣起来的地方，就会山下的地方，也就会客家人所分布的地方。也就以劳工为基础，以石矿raw material 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当中，客家人渐渐建立了一家的 TV，佢哋就要有相当的事业发展。也因此现代马来西亚嘅形成当中，非常重要的城市库拉伦坡，去入下来，当然唔係單單只有華人啦。我相信也有馬來人強但是呢，入下來係本土家因為講係一個關鍵性嘅人物，所以佢對於現代馬來西亞嘅形成無疑地來講，佢此社會最重要嘅人當中一個，也代表了客家人在馬來西亞一個民族國家建構過程當中，一開始為馬來西亞打下經濟嘅基礎。你按你講到東馬婆羅洲、加里曼丹印尼、今明嘅馬來西亞隔壁嘅所在，你係表現來到婆羅洲來開發嘅時間，婆羅洲面當有礦山，但是有很多嘅礦工沒有去種，沒有去設，所以呢港中也有形成了一個較完整嘅社會。也就講，佢唔係依賴一個外來嘅出面政權之下，嚟去扮演單純嘅礦工嘅角色。來到了特別呢，因為西方嘅政權係忙落來，當地嘅蘇丹政權也忙有安泰嘅力量，所以呢，呢種權力較真空嘅替代，客家人來到了以後，即個開礦，即個供應。開礦者所需要生活的各方面的東西，所以一樣社會之下，佢必須要採取一種赤字，無法度依靠其他社會力量來生存。所以一樣嘅情況之下，客家人嗰種赤字團結的能力就表現出來。因此佢哋就建立了一個赤字的政權。當然後來有人講佢按到羅芳伯共和國，因為講了係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我想暫時不論佢係咩一個國家，但是呢，佢千真萬確係一個赤字嘅政權。佢冇本片人統治，佢只係統治自家。佢係沒有一個清楚嘅現代國家嘅概念，你唔知。甚至你聽講佢哋都有去清朝，想要拜託清朝封佢哋都冊封啦，叫做呢藩屬，藩屬講嘅翻譯唔係合法藩屬所以佢想嚟進攻啦，可以去中國進攻接受中國嘅報復啦，佢講清朝冇意願啦。從呢一點嚟講，地講其實都係一個赤字嘅政權所以對於亞洲嘅政治嚟講，我相信呢也係一個非常重大嘅一個影響當然，石米也好，樹膠也好，全部喺現代世界工業化過程當中非常重要嘅原料。你可以講冇樹膠都冇現代嘅汽車工業嘛，冇嗰隻鏈呢，一踩係填通唔得呢個過程當中，客家人在殖民地當中扮演了重要嘅角色。那漸漸嘅呢，佢哋傳到前以後，在當地發展商業，建立了加勒比海。東南亞一個國家當中，小商業嘅基礎，呢個都已經建立起來嘅。漸漸咧，在規則嘅東南亞掌握了主要嘅經濟嘅權力，所以變到有指標性嘅 TV。在殖民帝國主義時代，一太衝出現，係殖民貿易嘅基礎。除咗你家講嘅東南亞，這裡
除了你刚刚讲的东南亚的树高石矿，因为在种植园当中，佮我从业的迄啦甘蔗，太阳帝国金矿，青葱的金矿，都加勒比海、加米加，赚钱多钱。伊比北民族的殖民地更加重要，两个地方的客家人，去个种嘛客家人要来到两个地方。本来呢，西方的奴隶贸易制度从西非在5年卖到那个中南美洲热带种植园来做劳动力。后来英国人喺土地上不能夠接受一樣奴隶嘅買賣，無尊重人嘅尊嚴，因此呢，廢除了奴隶制度以後，勞動力唔拉所以印度就去中國侵略，中國侵到嘅都好大部分嘅客家人來到加勒比海種甘蔗，所以呢個時間呢，印度人、華人、然後非洲人，共同在一樣出面貿易嘅背景之下。出現在現代世界舞台之上，所以你來討論現代客家世界啦，一天會討論到，你老印度人、老非洲人用版型互相之間支持，產生用版型新嘅一種文化嘅觀念。你喺目前為止，你探討客家意識、做客家研究，較冇注意到嘅部分，所以我認為講，應該啦，愛來。加強基礎你學術嘅，在加勒比海也好，塔希提也好，毛里求斯也好，呢度熱帶種植園當中不同嘅民族，不同嘅膚色嘅種族，大家共享用版型建立自家嘅新嘅社會，印度嘅企業勞工，嘅也係從呢個印度勞工送到印度圭亞那，也就係南美洲嘅親北片，加勒比海嘅親南片，而且當中呢，客家人呢，在殖民地結束嘅時間，二次大戰結束以後，從威爾遜二次大戰所提出來民族自決嘅呢種嘅理念，呢種理念呢，前後擺呢，將全世界地圖完全重新畫過，殖民地一再獨立變到新嘅國家，列出嚟你今日看到嘅現代世界國家，有很多國家在聯合國嘅舞台上。平起平坐，一樣嘅觀念，係戰後才建立嘅。但是呢，建立了個國家，唔係西方人佢去提倡做喇叭，當到政權佢唔願意獲得呢條利益，所以革命啦，造反啦，革命造反嘅時間，客家人到當地嘅印度人也好，非洲人也好，共同打拼。所以你看到最近呢個千里達 TVB 嘅。呢個中毒最風為國家影響呢個呢呢個蓋亞那中亞社佢嘅成為當地嘅呢個總統還你看到蘇里南嘅陳阿賢古巴嘅小王政府佢係一隻在獨立革命嘅時間扮演了非常關鍵嘅角色。小王政府呢係古巴建國嘅時間，然後開始出嚟嘅共同。革命軍隊當中嘅重要軍事人物，陳亞賢呢，佢係很多土神嘅啦，將菜地分析嘅係講法國天呢老講出嘅 Korea 嘛，佢喺一樣嘅跨族群嘅身份之下，所形成嘅新一代嘅人物，佢開始咗建立嘅呢係一隻蘇里南嘅認同，係一隻古巴嘅認同，係一隻圭亞那嘅認同莫里西斯嘅朱茂林先生，佢也係老中華民國有非常深刻嘅關係，也有親情嘅感情。但是呢，在莫里西斯建國嘅時間，佢也係一個重要嘅人物。你講要當然佢係一個較單獨嘅人嘅身份來參與馬來西亞嘅獨立。馬來西亞獨立以後，又俾人腳出去，又成為新加坡。當然，他嘅講佢呢個新加坡太不合啦，係唔係可能會有對做咗特別進一步去對救啦？因為講呢個之前係從新加坡辦過去嘅可能你呢個馬來西亞來嘅朋友印尼來嘅朋友會較了解
所以今仔要结论讲，你头摆讨论迄中原的客家，从中原来搭要来。后来呢，你还在探讨讲，你到中国南方那个蔬菜的世界，到底怎样扮演生存呢？今仔要做客家去研究的时间，悄悄的指向讲，佢嘅菜地原住民，老现代嘅那个宋朝以来，悄悄的汉化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一个新的族群，所以后来呢，你谈论客家人样扮演成为客家人，在世界各地人客家人样扮演团结客家人，客家人样扮演维续自家的文化，嚟客家嘅客家，呢下你認為講，進一步你應該嚟探討得到，客家人在現代世界形成過程當中，你要按樣歷史，要按樣命運，在呢個歷史命運當中，你要按樣行通，你要按樣決心，親後半呢開拓出一個新的命運。要開拓出新的命運的時間呢，係按樣嘅現代世界變遷的過程為基礎所發生出來嘅。所以我想列出係你今日要老大家分享嘅種客家嘅世界，老世界客家應該係你接下來繼續要努力嘅方向，讓扮演變到世界各國積極貢獻、本人尊敬嘅一個族群，讓其他族群共同達標、互相認同、簽署合作，在全世界文化多樣性一種加出起來時節，全球嘅客家人要讓扮演跨國來合作，共同來維持、促進全世界各國政府尊重客家語言文化嘅保存，來發展。我想我就分享到呢特別時間也超過了，感謝大家，安主席。感謝楊主委按精彩嘅演講。接下來係20分鐘嘅休息時間，請大家得到非常我杯拿點心、茶水、咖啡，就是要嘅貴賓請大家隨意。另外，邀請各位貴賓到非常外嘅報道處簽署退會宣言，請大家投。